那你平台讲呢有两种人，一种呢，虽然讲你都不是夫妻，都长期在那码头浪向演出，为之共同的艺术追求，辣舞台浪向呢珠联璧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伊这个默契程度呢，比夫妻还要默契。称得上叫珠联璧合，那么落队上当可以用为这样一个珠联璧合的称谓呢？你来揭晓一下。好，来。苏州地主市场20周年颁奖典礼，珠联璧合，徐伟新最红。有请两位登台领奖。那么你平台高当中呢，还有一种演员，你不一定有固定的搭档，但是你搭任何一个演员搭档起来呢，还是珠联璧合，出彩得不得了。杠起来就八大是吧？我们电视上有这样的演员，我告诉你呢，他呢曾经在我们电视上录过5部长片，有4次都是怀抱琵琶坐在下手的位置，但是呢，4位上手都不一样。他依然做到配合默契，不容易吧？我觉得可以说是我们电视上名副其实的超级下手了。结棍。那到底是谁呢？马上就为您揭晓。荣获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盛典超级下手的是张碧华，掌声有请张老师登台领奖。张碧华曾在电视书厂分别和葛文千子、司马伟搭档录制了《梅花园》、《蝴蝶杯》、《毛绒书经》、《皇太极》4部长片，同时自己做上手和张迪飞、张丽华录制了长篇台词《玉堂春》。为你上来是颁奖的是以平台上一时风靡的电影艺术家方文莱男士有请。杨老师也是一位评弹界公认的超级下手。对，平台上风靡的超级5岁，张老师电视书上的超级5岁，一个姓高，一个姓张，是刚张，两个人结婚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珠联璧合奖的获得者徐慧欣、周红为大家演唱秋海棠选段《兄妹相会》。石斌啊，这部书已经列入了2015年的长篇录制计划。还要带你电视书上来录的。没错。长篇。对。所以啊，好，我们先睹为快吧。现在是夜里向7点钟光景，水浪大马路浪向有一家人家叫金陵醉家。从雷浪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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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下来3个人，一位姥姥，2个姑娘。这个面孔啊，个个是嘎了是吧？奔下来，拿个玻璃弹簧门打推开了，梅姑娘，娘去。大伯，还好。那我是看见这个流氓，拉了是那根鼻子，我是急得不得了。万一有啥事体，那娘个名字，你叫我难搞的那些。我也想不到真没有这种人。那么甚至王八蛋，我无处再打来，还是去啊！咱们就这么走了吗？那现在不就是的？不，刚才那位先生救了我们，得好好谢谢他。那安天姐，我当然是想，我是想那个微信的。大伯，您那是随口谢，我们得正经的。那3个背要当面谢人一样，是的，不要说可是诚心诚意。吃3句再下来嘛，吃啥我？大伯，看来那2个人见刚才那位先生害怕着呢。不是那辈，大伯，那辈啊，您就答应我吧。各位姥姥，实在那个一个姑娘非常佩服你，不过才16岁年纪，知识达理，
讲义气。我呢，一把年纪，老于世故，我不吉利。俺看见个每条弄堂，俺看见。哎，你带俺们两家就过去啊，都了里向。我不喊你都不要过来啊，先生。谢谢大伯。这边今朝夜里向马场办这个种事体，两个流氓，儿子，假使不是一位青年，一位十二爷打出来拔刀相助，真不晓得留下来会得发生啥个事体。老先生来让该打灯，你帮忙各位恩公，各位十二爷早点下来。老先生来不急，十二爷先下来。各位十二爷姓施为楼，叫楼少华，生涯为大学学生时，今年18岁。马相一路，身高1.80米，头发3七分开，梳得酒光的话，上我面孔，皮肤3把牛眉毛，大眼睛，高不良扑口，里向3把衬衫，金黄颜色的领带，上青西装，还有家朗向文笔笔啊，相当亮。这种马相摆到今朝一日，也只有苏州电视台那才好碰上多过。刚刚前桥浪点菜的辰光，对个房间里发生搿种事体。要动一动气，专心全部烧光。那么呢，手起手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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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到我的玻璃屋弹簧门旁推开来，屋里向实在感动的呀！上海随头人数一数二个大老板，屋里向开几部车子，多少呀？欢喜自家弄方向盘，一部老别克就停了门口里，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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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一大路过来，台里向也是摸出来唱。哎呦！是呀，哦哟，我说大伯，怎么你们还没走呢？本来呀，最在刚刚你梅姑娘说的，一定要诚心诚意小条呢，小条呢呀，小条呢。其实用不着，那是我应该做的，没关系。梅姑娘，快点过来，梅班呐，梅的口口里只有16岁，因为从小到大苦头吃得多，可以讲一声年纪30百金风霜，你当然懂得。人与人之间再可贵，谁是别人家来帮助你？当然应当哈哈叫小小别人，所以一路追过来嘛。但是别人家年纪轻轻还是小伙子，有点难为情。这位少爷，今儿个幸亏您救了我们，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请问少爷，尊姓大名，府上哪里？日后可以登门道谢。其实嗰些辰光，陆少华你是看不见眉包搿张面孔。啥天陆少华一身高1.80米，上出眉包一个头，小姑娘破台为人，打过来头低到背光而来，搿么搿张面孔呢是看不见。但是身浪向的样子呢，蛮清爽，2根小辫子。哎哟！身浪向还是模糊学生装，乖乖叫浪向小皮啊，相当亮。马场姑娘呢，身浪向行头这样听啊，我姓罗，叫罗少华。原来是罗少。其实用不着客气，方才的事那是我应该做的嘛。谢谢您。你叫梅姑娘？听你这说话，你好像是念过书的。初中毕业。是吗？初中毕业。更加觉得奇怪，啥天让民国年间，一个小姑娘你能够读到初中毕业，最起码是屋里向感动的。第二，这个囡恩非常欢喜，读到初中毕业，奇怪了，初中毕业嘛，哪会得出来马场呢？路上我几乎想开门，但是最后一想，当然素昧平生，说大概今朝出来马场呢，屋里向发生啥个事体，回来回去也就为这个铜钿嘛，算了。萍水相逢，啥个？今朝好人要做就做到底，想到该打，台里向啪冒出一句铜钿，哎呀，几乎陆少华看才不看。今天出来卖唱，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吧，今天就算是我听过你的戏了，来，这钱拿着。哦，这个哪可以呢？陆少爷，您救了我们，应当我们买了东西来谢您。这钱我不能收。啥收？我是个马场赚得来铜钿，再买么子送给我哪随着？拿着。不，拿着没关系。真的不能拿。你是不晓得，屋里向你呀，屋里向个铜钿是给的，7个路头有几捆铜钿已经发至美的这样了。
哎呀，梅姑娘别破难为情子哟！哎呦，小瑶，我跟你讲，不是你梅姑娘破难为情，你真正愤怒嘛？各位小瑶也不靠我管。对，大伯说的对，不拿我的钱，我可要不高兴的。嘿嘿，那么我对你梅姑娘睡下来，你也放心的咯。哎呀，这一丁点儿钱，用不着谢的，一丁点儿钱，这是别放在心上。大伯时间不早了，和你们再见了。没白天什么子？再为啥？哎呀，人与人之间蛮难讲。或许从今以后再也碰不着子，或许明早的一见面子。你觉知我，搿种应当人一日面上面多，不如将来就是擦肩而过。想带个郎们，对，让人抬起来。路上出门怕拉开来，搿只脚刚正要跨进去，连裹上搿个余光里带着，你非要说啥？搿个三个马场的蛮懂规矩，让人打自家打招呼。那么也是因为呢，帮子里头的忙，今朝呢不子里头一句同的，那就应该受搿份礼。大学生，你应该更加比一道懂礼数。所以陆少华出这张小礼，头拍回过来，不晓得头拍回过来，搿个眼光拉一扫，这是老先生搭里个孙女两家头扫着一点点，大部分的眼光，谁叫得搿位姑娘碰头，搿个眼光碰头，你只听见蹭蹭蹭蹭蹭。今年春节，那来爸来妈，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的，中口送菜哇。不要金银财宝，只有中口送菜，高档大气，容易吸水。我看啊，中口农草，呱呱叫。春节送中科虫草，爸妈健康，家庭幸福。新春大酬宾，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详情咨询65160709。新春送福，知蜂堂健康有礼。知蜂堂蜂产品，好原料，好功效，绿色养生，健康有道。2月5日至3月5日，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买6送2，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马卡，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5800年食用历史，被誉为秘鲁人参。老人吃了营养，男人吃了力量，女人吃了漂亮，让身体活力充盈。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经独立第三方检测，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基和马卡酰胺，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压制成片，佳节健康好选择，一品得衡马卡片。临近春节，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以下地址有售。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行人见人得，一品得衡。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吃不香、睡不好、排不畅，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这一几干免疫力，增加身体体质啊，再看吃冬虫菜。原来我发现只有一只叫春菜档的冬虫菜。冬虫夏草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寸草堂冬虫夏草。值此冬令进补时节，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再送2瓶虫草酒，买10盒送5盒，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冬虫菜我信来春菜堂免费了。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税费、物流费通通不要。
同时举行买3买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破壁邻居哪家强？狮子街上寸草堂。喂喂，这些听众们侪是过来之人，哪会得不晓得？凡是遇到缘分，遇到搿种垂死一击的搿种眼光朋友，侪有声音。随便过搿个心细的朋友，五千头弄得特香罢了。四目相对，非出声。这相遇之中，分明有一丝情。那青你的心儿冰冰跳，他是心有一马来生。这位姑娘是天生来美水不肉，端庄为是个女学生，一女之中被温馨。真是弄不懂，是搿位姑娘的成绩，还是搿位姑娘的漂亮吸引着自家？搿个罗少华只觉着搿一个人从断定性一直到家，全部人会得僵脱。罗少华，你都是不大认得，我是认得这里常有着。罗少华没标的，上天理到大学里，啥个学堂里向个校花。李夫人有种男生，啥个眼睛盯来盯去，盯来盯去，李房顶，你不看别人看，你也晓得你个眼光哪行？你帮忙别人家看哩，帮忙搿点小苹果在盯那里看。这边的姑娘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哟，那边的姑娘也看过来。但是你觉着今朝不对，啥体？今朝要看过去，看过去，那天我是个为这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虽然最总归不舍得，这个，所以一门心思让我再看一看。但是大学生就是这样怕那回事，喂，老师，我那趴头头顶呢，要看那就定定心去看，那个啥趴头。在芝麻教育爱成疾，昔日初相逢好似与君，昔日相识不知从哪里起，却分明是比亲朋好友要背亲恩情。奇怪，各位姑娘，搿张面孔不单单是漂亮，搿张面孔熟是熟得不得了，像是眼睛看见，经常看见，啥让我看见些？奇怪着，他是虽说口上好才艺，他好像哦，想起来了，好像家中一个人，能当上狗母老年真。搿张面孔打自家个狗嘛，一日一样。听我自家哪会得这样像个面孔？一激动啊，冲口而出：“美姑娘，你明天有空吗？”明天我是日日有空，天天有空。有空的。要是有空的话，明天晚上7点，就在这儿精灵酒家，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出来呢？行吗？啥个意思讲？明朝夜里7点钟，
神就给他办头，那么谁是养我再来咯？呀，这个阿谁是别人家讲的？对里哀家，用每把面孔红上能红起来，谁切切心啾啾。绿着心的本事。宋氏答应着，那可是说定了。明天晚上7点，这是金陵酒家。你放心，我会先到的，我会等你的。再见。再见。楼上我怕走进车子，出门一回，不输得醉呀，怒出窗，摇我来，哔哔，美姑娘。别忘了，17点。也就是几句话想问问，你可一定要来的。好。放我3个人。再见。哔哔。是晚上7点，不是早晨7点。对你哪有点手
谁个呢？一个男人随搿个辰光顶水随着汤汤的个辰光，兄妹相会到此结束，请注我到。我们评弹界的演员，大部分都有点耐不住寂寞。啊，耐不住寂寞啊？哎，为啥这样讲呢？比方说刚刚徐慧欣老师，哎，你看演员做的那么成功了，他还要搞创作、做编剧，这不是抢编剧的饭碗吗？你说？是要做。哎，很多都是他写的。那还有刘明老师，大家都知道他是电视《老娘舅》里的富贵嫂嘛。对的。对啊，你看艺术家都那么拼，让我们年轻人情何以堪呢？这不，我觉得还有一个人为爱结棍。为啥人呀？这个人识得很，会谈演，会做主持人。跟他结棍的啦？外高会的唱歌要结棍。根本是请客。啦啦啦，火车底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追着靠近，夕阳下美了剪影。我用子弹像日记，介绍完了父亲，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眨眼睛，小强都看我骑，赤手空拳就手这么一。第一书上20岁年颁奖神的完美客家侯新宝，有请。有请。吴兴国在苏州电视书厂分别录制过《飞牡丹》《大猛虎》《大唐传奇》3部长篇动画，为我们写过许多原创佳作，导演过书记、小品，做过嘉宾主持。侯新宝颁奖的是陈建奇平台帮的10部口轻松主义，现在首追平台的团长，首追平台学堂园长沈铁先生，掌声有请。国家电视不能够给他这个平台吸取我的内容，国家听众朋友们对评我演员的支持，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吴兴国老师带给我们的一个精彩节目《陌生手》，和他搭档的是郭玉玲和徐刚，掌声欢迎。有请。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番茄红素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健康元素。研究发现，直接吃番茄，人体并不容易吸收。中科番茄红素率先采用非转基因的以色列优质番茄，独特科技形成360度抗氧化立体网，高度浓缩，服用1粒就相当于24毫克番茄红素。每日1粒，我来用；每天1粒，我在用；每年1粒，我来用。女人也用，男人更加要用。喜讯购1箱送高档蚕丝被床会员再享9折。区区县人民县事，计划着里做必事。哎，不领导来得宠，接电话他开始。收到电话马上就来。张总，电话打电话接到手里。喂，我是计划局局长张三。是纪委啊？
啊，几位书记，见我今朝去吃茶。张三挂脱电话，只顾到头里向一闻，家里向一摸，一高跟都跌到地上。小事有可怕啊！眼睛扑过来，大哥，醒醒，大哥，醒醒，醒醒哎！别困着，醒醒！哎，这是啥地方？哼，啥地方？房相府。房相府啊？对，绑结了想要个房相府，房相要到，来呀来吃，来呀，来，听着，是的，身体盖身，更甚不怕光风，并你明君高挂，老夫一本神功，也帮手的那一功。老三爷，我是计划局的局长叫张三。哦，还是个总管办员，懂啊？来，上上。晓得，来着。请用坐。请。来，用上。小相爷。张三啊。你那喊我我该得来个你。老相爷和我讲，我刚刚接到一只机会的电话，叫我去吃茶，家里一我一家跟都得打该当。张三啊，你人去的一家跟都跌打我该打，你是够跌打黑面孔该打，你我大吉了啊！黑面孔啥人啊？黑面孔你也不认得？喏，他虽是隆冬国十月时，改查耳目骨，开封府八珍。哦哟，开封府八珍嘛八珍走啊！这个隆冬国十月时改查耳目骨，啥意思啊？那这个嘛，算是你给打个机会。啊，你都该大于机会的。机会，随便小地方才有个。张三啊，机会司机请来吃茶嘛，开心的事体咯。你上天吓得这样副样子呢？哎呦，老三爷，你不晓得，现在到过去不同噻。啊，过去几位司机请我吃茶是怕我磨皮，现在几位司机请我吃茶，就说明我出事体着。那前两年呐，有个市长上部接干部，各要头会导致老百姓辣海人称上班了。结果门长就来那到单位里向4个机会朋友等了海子，哪里请得起吃茶？下半日出事体上关子。张三啊，你这样讲一定是做实心虚，你也一定做过偷水会的事情。阿玉，当我老实讲，你哪会晓得？这种事体我经常做老记者，老实当我交代，讲出来之后，老夫嘛，还能救救那个命啊！老乡呀，那么谁讲的不得听听？我记得分做啥事体？我大学毕业跑了计划局工作，我把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做至10几年。没面对一个副科长，我不甘心，我要往上爬。谁那个辰光被我发现机会来着？我发现这个老局长啊，有个爱好。什么爱好啊？欢喜手上手表。那么接下来我是团体收好送礼手表，侪是世界名表，一只一只送到第7只。面对来着。我蒙了分多少弟子吃长者，继续送，送到第16章。怎样？伊老局长李须，我前且神神礼礼顶起
走此计划叫个新局长。这个实际上明表列到足够，列到没作用。父母呢讲我一家人家侪送光的这样。放心，说服的儿子他不是狼，礼物来说是本人送你的了啊！来想想，你哪也晓得个？我做各种事体的辰光，你不去了啥地方了还哇？想想，你讲得不错呀。接下来谁是本人送我么是这样？那么你组织这个计划，你是我局长我嘞？本人在送来的啥么子呢？随便我不欢喜的。你欢喜送钟？这啥个难对啊？送钟我变了钟才不欢喜。那么你欢喜啥么子呢？我只欢喜一样么事。什么东西？动地。还是棺材里向深水旁鱼。动地好事啊！与之动地，谁与房子？与之动地，谁与车子？与之动地，谁与马子？与之动地，谁与娘子？那想要告知我那番服务性，与之动地，那个儿子还比我个儿子一直有理啊！那想要，但后来是送动地的人把子带了来。我还要抓一把，去脱点改改。那是讲一声，那动地送得大高，我是计划叫局长呀。我谁不能我个计划，连脑子我个计划，谁还去实施你个计划，实施自你个计划，谁能够塞动地？但是果是动地送得不到位，我虽发不理我个计划，我非但发不理我个计划，我还要挡路你个计划，阻止你个计划，让你个计划成为空想的计划。要死婆子啊！偷吃别人家个动地啊！我要廿块零了。张三，那么这样的你说故事无来嘛？你投资多少动地呢？那想要，讲得难听来是，什么土不是土，这个叫奴，非有那个面孔，奴么谁是土，土么谁是奴啊？讲，投资多少？100万。你要特3块，我只有100万啊！啊，1000万，再上去一点点，1个亿。一个小小的局长，今日投入1个亿，张三呀，你投资10样多的动地，扒了啥地方倒是问题走啊！原来想呀，那当时你不该打银子，我要寻地方扒。你是自闭呀？非要寻地方扒的。我不知道这5年门的水准备好了。你自龙打过外去，打理房子买好，打理路靠摆好，搞起我2米追追。我现在搿点动地，塞了国外儿子个账户了，那银行里困觉，比我吃高吧？肺腑一实，机关手心呐！肺腑一实，这是气这样。怎样？18道开会，10道上来，反复个几次，砰一回。然后苍蝇通通带了噻！哦呀，此招厉害呀，厉害呀！什么呢？讲我本来要想的，你讲个苍蝇也怕老虎也大，根本我想我比苍蝇么大一点，我比老虎么小一点，我属于个偏离后生。你绑上个吃了了还是没？吃2分绑上我绑上个机会，嘿嘿。怎样啊？咱们吃死鸡这样，那想要。一家跟多的单来大叔有份啊的。是啊，一点点小意思。什么东西？张大千个青绿山石。是几伙动的啊？那你实讲讲好吧？都是我边上一塌别是。搿服务真的了还是假的？那放心，绝对真的。张大千亲手买给我的。搿别张潘福龙是吧？好，既然如此，老夫教你几招，保你逢凶化吉，玉内生香。小杨，你拒绝我吧？请讲。这个嘛，张三，第一招，那听了。异化之梦，啥个意思？那
来去寻个体系我的错误的事体，统统往这里身浪向汇上去嘛，那么那就不事体走啊！哼，老乡要难出卡的啊！不过凭良心讲，这个事体现在恐怕做不成功子。为什么呀？发展过去的邮车在那翻转了。内蒙古有个小伙子叫胡格吉的头，18年门前的儿子现在翻转转来的富山，为了国家赔偿。18年门前做个当儿子的人，统统侪要斩举责任。那个种情话的话，还要驱散有可能性不动。放心去了，老夫教儿第二招，听见？背靠大事啊！啥意思？那个对你什么官是我嘞？上任的官才总赢得不少吧？大事，上头没人问我那混蛋进展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只要上任的官不到，来张三还不会到啊。问题是我上头的，比我打得快呀。我说的是再高层的官，现在再高层不用上，再高层照样出事体。有一个框框里向有个急事的朋友，还做定起的。框框里向急事朋友，啥东样人啊？讲了，老乡哟，那非逼我这个朋友，我现在还不够讲了。大家才晓得嘛，这要对了。好，第三招请讲。出其不意听。来想办法到部队里向去寻个官，只要部队里向这条线不能打牢嘛。来三个金子把先想着玩。老乡哟，这个一招实招。不过现在部队里估计也不来你习道讲反复复西国，部队里向再进西部者，也可以去做特直路的。我有最后一招居民大差，下地我太远，到外国去。哎呦，外国出来才是半点子呀！现在里头有个叫刘运动出气子这样做出来。什么？哎呀呀，这属于哪里嘛？老爹呀，刚刚张龙山虎送来帖子，说开封府8度人请来过去吃茶。哎呀，这么一手红纸好啊！老乡呀，开封府8度人是5多大个几位书记啊？是啊，李天来吃茶是看上去那也出事体个这哇！老夫只想问了啊！对于我们棒球巴拿大归到谁的？老乡要信心，张教，信心，张教，信心，张教，先生啊，先生你拒绝我，你一定要拒绝我。现在我还不够黑三胡事。先生呀，说个黑三胡事，那个辰光你随便想个办法，只顾讲。张教，在我看，现在只有你自家还救自家。我自家哪救自家呢？马上搭机回去，主动交代你违法违纪的事体。对，我要去试水，快点准备车子，快点。张教，你忘记啥？公务车改革，上个礼拜开始，那个公务车、舟车不这样。我还结婚特个噻，那么啥个？那部电瓶车质量蛮好的，走起来蛮快。有了，那也是。先生你放心啊，我妻子估计到回不出来，这部车子呢自个带寄回来拿啊。晓得，张教，别去海了。是我们把周身雷滴打急冲奔出去，小时看张三急匆匆跑出去，嘿，这句今日何必当初？讲得一点不错。有句中国人的老古话说得好，叫水莫深，深水必备足。有个还有女的，一个还有女的，两个还有3个嘛，3个还有2个，哪个男孩还有女的？是来对来。有两位少夫人本是天亲在上，身家婢女在知情儿来见他们，花日嘛是呀，临日下嘛花开盛盛，也耽误有种嘛耽误几时生？这最近啊！咱们就这么走了吗？那现在不就是这样？不，刚才那位先生救了我们，得好好谢谢他。那安弟弟，我当然是想，我是想那个我现在大伯，您那是随口谢，我们得。
正正经经的。来这个辈要当面下人意啊！是的，不要说这个。要诚心诚意。吃这句再下来嘛，吃啥我啊？大伯，看来那2个人见刚才那位先生害怕着呢。不是那辈，大伯，那辈啊，您就答应我吧。哦，各位姥姥，实在那个一个姑娘非常佩服你，不过才16岁年纪，知识达理，刚义气。我呢，一把年纪，老于世故，我不吉利。俺看见个每条弄堂，俺看见。哎，你带俺们2家头过去啊，都了里向。我发喊你都不要过来啊，现在。谢谢大伯。这边今朝夜里向马场办这个种事体，2个流氓，是吧？假使不是一位青年，一位少爷打出来拔刀相助，真不晓得留下来会得发生啥个事体。老先生来让该打灯，你帮忙各位恩公、各位少爷早点下来。老先生来还接，少爷先下来。各位少爷姓施为罗，叫罗少华，省衙会大学学生时，今年18岁，马相一路，身高1米80。头发3七分开，洗得酒光的话，上我面孔，皮肤3把牛眉毛大眼睛，高不亮扑口，里向3把衬衫金黄颜色的领带，上青西装，还有加上像文笔笔啊，相当亮。这种马相摆到今朝一日，也只有苏州电视台来最好碰上多过。刚刚前吃了人点菜的辰光，对个房间里发生搿种事体，要动一动气，专心全部烧光。那么呢，手起着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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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到我的玻璃台湾门旁推开来，屋里向实在感动的呀！上海随头人数一数二个大老板，屋里向盖几部车子，多少呀？欢喜自家弄方向盘，一部老别克就停了门口里，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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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一大路过来，袋袋里向牙子磨出来吃。哎呦！少爷，哦哟，我说大伯，怎么你们还没走呢？本来要走在，刚刚你梅姑娘说的，一定要诚心诚意小调呢，小调呢，小调呢。其实用不着，那是我应该做的，没关系。梅姑娘，快点过来，梅班呐，梅的口口里只有16岁，因为从小到大苦头吃得多，可以讲一声年纪33百金风霜，你当然懂得。人与人之间再可贵，谁是别人家来帮助你？当然应当哈哈叫小别人，所以一路追过来嘛。但是别人家年纪轻轻还是小伙子，有点难为情。这位少爷，今儿个幸亏您救了我们，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请问少爷，尊姓大名，府上哪里？日后可以登门道谢。就是嗰些辰光，罗少华你是看不见眉包搿张面孔。啥天罗少华一身高1米80，上出眉包一个头，小姑娘破台为情，打过来头低到背光而立，搿不是搿张面孔呢是看不见。但是身浪向的样子呢，蛮清爽，2根小辫子。哎哟！身浪向还是模糊学生装，乖乖叫浪向小皮啊，相当亮。马场姑娘呢，身浪向行头这样听啊，我姓罗，叫罗少华。原来是罗少。其实用不着客气，方才的事那是我应该做的嘛。谢谢您。你叫梅姑娘。听你这说话，你好像是念过书的。初中毕业。是吗？初中毕业。更加觉得奇怪，啥天让他明。那你平台讲呢有2种人，一种呢虽然讲你都不是夫妻，都长期在那码头浪向演出，为之共同的艺术追求，在那舞台浪向呢珠联璧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你这个默契程度呢，比夫妻还要默契。称得上叫珠联璧合，那么罗队上当可以用为这样一个珠联璧合的称谓呢？你来揭晓一下。好，来。苏州电视书上
20岁年颁奖典礼朱立别的徐伟星最红，有请2位登台领奖。那么你平台高当中呢，还有一种演员，你非得有固定的搭档，但是你搭任何一个演员搭档起来呢，还是朱立别的出彩的不得了。讲起来就八大是吧？我们电视上有这样的演员，我告诉你呢，他呢曾经在我们电视上录过5部长片，有4次都是怀抱琵琶坐在下手的位置，但是呢，4位上手都不一样。他依然做到配合默契，不容易吧？我觉得可以说是我们电视上名副其实的超级下手了。结棍。那到底是谁呢？马上就为您揭晓。荣获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盛典超级下手的是张碧华，掌声有请张老师登台领奖。张碧华曾在电视书厂分别和葛文千子、司马伟搭档录制了《梅花园》《红梨杯》《毛绒书经》《皇太子》4部长片，同时自己做上手和张黎飞、张丽华录制了长篇台词《玉堂春》。为你上来4位下个是以平台上艺术风云的电影舞者家方文雷来自于听。杨老师也是一位评弹界公认的超级下手。对，平台上风云的75岁，张来是电视书上的75岁，一个姓高，一个姓张，是刚张，2号头结婚。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珠联璧合奖的获得者徐慧欣、周红为大家演唱秋海棠选段《兄妹相会》。哎，石斌啊，这部书已经列入了2015年的长篇录制计划。还也在你电视书上来录的。没错。长篇。哎。对。所以啊，好，我们先睹为快吧。现在夜里向7点钟光景，水浪大马路浪向有一家人家叫金陵专家。从楼浪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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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奔下来3个人，一位姥姥，2个姑娘。这个面孔啊，个个是嘎了是吧？奔下来，拿个玻璃弹簧门打推开了，梅姑娘，娘去。大伯，还好。那我是看见这个流氓，哎呀，拉了子那根鼻子，我是急得不得了。万一有啥事体，那老娘讲明天你叫我难交代那些。我也想不到真没有这种人。那么甚至王八蛋我无处再找该找来，20岁。大学生就是这样破难为情。喂，老师，我那趴头头顶呢，要看那就定定心看，那啥趴头。在芝麻教用爱成疾，昔日初相逢好似与君，昔日相识不知从哪里起，却分明是比亲朋好友要拜亲恩近。奇怪，各位姑娘，这张面孔不单单是漂亮，这张面孔熟是熟得不得了，像是已经看见，经常看见，常常我看见些。奇怪着，他是虽说口上好才艺，他好像。哦，想起来了，
好像家中一个人，能当上狗母老年真。搿啥面孔打自家个狗嘛，一时一样。听我自家哪会这个这样像个面孔？一激动啊，冲口而出：“美姑娘，你明天有空吗？”明天我是日日有空，天天有空。有空的。要是有空的话，明天晚上7点，就在这儿金陵酒家。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出来呢？行吗？啥个意思呀？明朝夜里7点钟，神就该打板头。咁么随时让我再来咯？呀，搿个也随时别人家讲个对联哀家，用每把面孔红上的红出来，谁切心啾啾。绿着心的本事，下呀明天，再相见，看来他必心思所受着，但是失落女孩真的是为是傻男傻女，乃是是让我办对啊嗨嗨个，咁么答应你，哎呀，难为情关，咁么回头里。我年纪，一个小姑娘，你能够读到初中毕业，最起码是屋里向感动你。第二，这个囡恩非常欢喜。读到初中毕业，奇怪了，初中毕业嘛，哪会得出来卖唱呢？路上我几乎想开开门，但是最后一想，当然素昧平生，说大概今朝出来卖唱呢，屋里向发生啥个事体，回来回去也就为这个铜钿嘛，算了，萍水相逢。啥个？今朝好人要做就做到底，想到该打，台里向啪冒出一卷铜钿，哎呀，几乎楼上我看才不看。今天出来卖唱，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吧，今天就算是我听过你的戏了，来，这钱拿着。哦，这个哪可以呢？不，少爷，您救了我们，应当我们买了东西来谢您。这钱我不能收。啥收？我是个马场赚得来铜钿，再买么子送给我哪随着？拿着。不，拿着，真的不能拿。你是不晓得，屋里向你呀，屋里向个铜钿是盖的几个路头，有几捆铜钿已经发至美了这样。哎呀，梅姑娘，别怕难为情这样。哎呦，小杨，我跟你讲，你梅姑娘怕难为情，你真正不拿嘛，各位小杨也不靠我管。对，大伯说的对，不拿我的钱，我可要不高兴的。嘿嘿，那么我对你梅姑娘收下来，你也放心的咯。哎呀，这一丁点儿钱，用不着谢的，一丁点儿钱，这是别放在心上。大伯时间不早了，和你们再见了。没白天上么子？再会着。哎呀。人与人之间蛮难讲，或许从今以后再也碰不着子，或许明朝的一见面子。你记住我，搿总应当人一日面上面对，否则将来随时擦肩而过。想带个郎们头，让抬起来。
罗少华车门啪拉开来，搿只脚刚正要跨进去，连裹上搿个余光里打着，那非要说啥？搿个三个马场的蛮懂规矩，让人打自家打招呼。那么也是因为呢，帮子里头的忙，今朝呢不子里头一句同题，那就应该受搿份礼。大学生，你应该更加比伊都懂礼数。所以罗少华出是张小李头拍回过来，不晓得头把回过来搿个眼光拉一扫，只是老先生搭里个身段两家头扫着一点点，大部分的眼光谁叫得搿位姑娘绑头搿个眼光绑头，你只听见唱今年春节，那来爸来妈，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呢？中口荣彩哇！不要金银财宝，只有中口荣彩，高档大气，容易吸收。我看啊，中口荣彩，呱呱叫。春节送中科虫草，爸妈健康，家庭幸福。新春大酬宾，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详情咨询65160709。新春送福，知蜂堂健康有礼。知蜂堂蜂产品，好原料，好功效，绿色养生，健康有道。2月5日至3月5日，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买6送2，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马卡，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5800年食用历史，被誉为秘鲁人参。老人吃了营养，男人吃了力量，女人吃了漂亮，让身体活力充盈。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经独立第三方检测，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西和马卡酰胺，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压制成片，佳节健康好选择，一品得衡马卡片。临近春节，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以下地址有售，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请人见人得，一品得衡。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吃不香，睡不好，排不畅，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食业几干免疫力，增加身体机制啊！最好吃冬虫菜。原来我发现只有一只叫春菜档的冬虫菜。冬虫夏草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寸草堂冬虫夏草。值此冬令进补时节，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再送2瓶虫草酒，买10盒送5盒，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冬虫菜我姓来春菜堂免费了。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税费、物流费通通不要。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破壁灵芝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贵！现在听众们侪是过来之人，哪会得不晓得？凡是遇到缘分。遇到搿种前世已久的搿种眼光棒头，侪有身影。随便过搿个心细的朋友，5千头弄得太香罢了。四目相对，非出声。
这相遇之中，分明也是那情意的心儿冰冰跳，他是心有意马来真，这位姑娘是天生来美水不肉，都装为是个女学生，一女之中百闻真是弄不懂，是这位姑娘的神洁，还是这位姑娘的漂亮吸引着自家？这个楼上我只觉着这一个人从头顶心一直到脚，全部人会得僵脱。楼上我都是不大认得，我是认得这里常有着。楼上我没标的，上天理到大屋里，啥个学堂里向的野花。李夫人有种男生，啥个眼睛盯来盯去，盯来盯去，你忘盯。你不看别人看，你也晓得你个眼光哪行？你帮忙别人家看你，帮忙这点小苹果在盯哪里看？这边的姑娘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哟，那边的姑娘也看过来。但是你觉着今朝不对，啥体？今朝要看过去，看过去，那天我是个为这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虽然最总归不舍得，这个所以一门心思让我再看一看，但是大学生